台湾美食展8月初2到8月初5，隆重4天，伫咧台北世贸开办。现场是有展览、演讲、加主食等等的活动，毛民众会当了解到台湾唔但有好食的，嘛有咱特有的食食文化甲历史。我还没在弄芡的过程当中，我先加一点，好，再比较容易把味道释放出来。现场总铺师甲民众煮蚵仔面线安怎种才好食，除了和民众分享美食，嘛要互大家了解和蚵仔相关的产业文化。美食展自8月初2开幕以来到8月初5，已经是最后一天。文化部邀请伫中华凤苑推广海渔文化工作者来现场分享海渔要安怎训练，要安怎协作蚵仔采收的工作。整个国家政策的时候，伊在发展海洋，还是渔村，还是农村文化的时候，透过这个展览的活动，互大家更加了解。讲，唔是只敢若食牛啊，阮也有一个产业立基咧维持一个啊，这整个生态面向啊，甲产业面向的，这种多元性会当互看到。静态展区的部分，文化部用图文介绍沙巴鱼、山鸭和蚵仔等等5项代表性的食材背后的文化意义。另外，农业部贸设农业馆邀请侪在地生产者来摆搭，其中有推广以自然农发展唔同的回乡行动指出，因这几天其实也观测到民众食食观念的改变，关于高官友善种植农产的人客比因原地料想的更较多。自然农法的这好，我有看过恁的迄个介绍安尼，就买豆啊，互我惊到。大概即马目前伫咧这个饮食这个方面吼，其实大家开始唔啦，刚刚讲食饱，其实嘛开始注重到这个健康，啊那而且就讲咱买这物件，安怎对环境更较好安尼。农业部建强规划26个单位，除了互消费者和生产者通面对面了解实在的生产过程，甲每一位生产者背后的故事。受邀请来的陈光健甲魏清水嘛表示，这款展览对生产者和文书工作者来讲是真好的交流机会，通互相学习安怎在地经营，嘛通互大众愈了解实在甲伊的历史文化。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